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歡迎嚟到 YouTube 頻道 Smart Travel，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沙 Pan。好啦，話說咧，琴日31號咧，阿金秀賢咧就同佢喺佢嘅律師陪同之下咧，就開咗個記招嘅，咁啊眼濕濕全場咧，抹到啲鼻涕咧甩晒啲粉底啦，幾鬼肉酸啊！咁仲話咧要聯同佢嘅律師用3個嘅法官去審理去告呢一個橫樹研究所同埋金賽良嘅家屬。仲有一個神秘阿姨添，索償咧120億嘅韓元喎，其實呢度啲錢咧夠喺韓國啦買幾棟樓噶啦，咁但係咧呢一場嘅風波咧，咁佢咁樣講法咧，反而咧攞唔到個同情啊！並且咧韓國人咧而家非常之激動啊，要去請願啊，跟住咧修改嘅法例啊，哇！等我同大家一齊咧拆解點解呢單嘢咧唔單止係熄唔到火，仲越燒越烈添喎。咁咧好啦，嗱，大家入嚟記得留言、分享、點讚、訂閱喎嚇。琴日嗰個記者招待會咧，佢係喺31號，咁就喊足嘅37分鐘嘅。咁佢咧就即係話咧呢個橫樹研究所咧攞咗呢一個講佢話2015年當咧金賽倫咧15歲嘅時候，就同佢拍拖，但係佢同阿律師一齊講啦反擊啦，佢就話：哇！你哋唔好喺度搞亂晒喎，我而家向民事索償啊！已經向呢一個首爾嘅中央地方法院咧入咗狀噶啦，法院咧同日亦都收到咗，已經開咗個 case file 嘅。你哋呢單案咧金額係超過咧5億嘅，咁咧就應該係嗰啲保證金咁上下啦，由3個法官一齊去審嘅，夠晒大陣仗啊！咁咧律師咧就喺個記者會度講啦，已經針對金賽倫嘅家屬同埋一個自稱係阿姨嘅人啦，仲有橫樹研究所咧，其實係告佢哋誹謗㗎。並且咧就民事索償追求呢一個賠償咧120億嘅，咁攞咗2016年同埋2018年咧，佢哋嗰個社交媒體Kakao Talk 嘅對話，走咗攞嗰啲鑑定報告咧做證據嘅。嗱，我都話啦，係嘛？即係佢一定咧就扮晒嘢，佢並且咧就講咧，佢話嗰個對話咧就唔係同一個人嚟嘅，試圖咧就係證明咧金賽倫嘅家屬咧係經過剪輯過。同埋咧扭曲咗嗰啲截圖啦，咁喺呢個風波咧即係發酵咗成3個星期啦。咁佢第一次發聲㗎啦，佢就打死都唔肯認啊！佢並且咧就告翻對方轉頭，話佢哋喺度捏造啲證據㗎。咁但係呢場嘅記者會咧，唔單止救唔到火，反而咧就係火上加油㗎。因為而家咧啲韓國人睇完呢一啲所謂即係佢以為可以得到同情啦，咁但係咧，哇唔得喎！呢個策略咧，原來係大錯特錯㗎。咁咧37分鐘喊到亂晒龍，但係嗰啲證據咧，亦都係即係唔清唔楚嘅，根本咧就冇即係反駁唔到人哋橫樹研究所同埋金賽倫家屬咧嗰啲攞出嚟嘅證據亦都冇回應即係崔雪莉個阿哥個訴求啦點解無端端加戲啦係啦，好多衰嘢咧，佢都係好似係地氈咁樣將啲垃圾咧冚晒落去，以為咧臭屎密冚喎。嗱咁樣咧，反而俾人感覺咧，佢係心虛嘅。韓國社會對明星嘅道德咧要求都係高得離譜嘅喎，加上未成年嘅議題咧，其實咧都係地雷嚟㗎。咁佢呢一喊咧，俾人誤會佢係博同情㗎，咁事實上又係啊。結果信任咧就信任度直插谷底啊！預測佢而家嘅事業咧，短期內都會撲街㗎啦，個機會非常之大嘅。咁除非有新嘅鐵證咧去救亡啦，否則咧嗰啲贊助商同埋粉絲咧隨時會走晒啊！咁點解韓國人咁激動呢？因為有人搞亂去請願金秀賢防止法，咁話咧將性同意嘅年齡咧就由16歲推到去19歲嘅。咁即係話，如果咧你係喺嗰個即係兒童或者少年啦。喺佢同意，如果16歲嘅人同意咧，以前咧係 OK 嘅，咁而家唔得啦，要推到19歲，如果佢同意先至係合法嘅。如果佢唔同意，當然呢個係強啦，係咪強姦啦嚇？係啦，咁佢亦都嗰個請願咧係咁寫嘅。金秀賢對於未成年金賽倫咧犯咗性罪，全民而家震怒噶啦，但係現行嘅法律咧係保護咗13至到16歲嘅人㗎。金秀賢啦可以逃過呢一個懲罰嘅喎，但係咧依我嘅諗法啦，呢一個請願咧唔單止係針對佢一個人嘅，係韓國人啦對於明星權力咧
對同埋呢個未成年保護失衡嗰個大爆發嚟㗎。如果法律嚟講咧，金賽倫喺15歲嘅時候咧，就係2015年係用舊法㗎，而性同意嘅年齡咧就係13歲。咁13歲以上咧冇明確嘅罰則嘅喎，咁證據又唔夠，所以咧真係未必會犯法嘅。但係橫樹研究所咧，佢話2016至到2018咧係有親密嘅證據嘅。咁金賽倫呢，當時係16至到18歲，雖然係合法，但係社會覺得咧18歲以下咧都仲係細路嚟㗎嘛。咁咧阿金秀賢呢，佢年長，亦都係有地位嘅人啊。咁俾人嘅感覺咧就係權力壓倒一切喎。激到啲民眾咧要修法例㗎。咁如果預測咧如果真係個請願係過關嘅話，咁佢哋攞到當地20萬人嘅簽名咧，個熱度咁高就可能做得到嘅。而韓國嘅娛樂圈咧會大地震啊，因為年輕嘅藝人同咧大明星咧有互動咧會俾人哋夾實嘅，佢哋可能變咗啦歷史轉捩點嘅代罪羔羊㗎。咁喺韓國法律界嗰度講咧，佢話2020年咧韓國係改法嘅，性同意嘅年齡咧係升到去16歲。咁但係咧2015年嘅時候係13歲，金賽倫15歲嗰陣係冇犯法嘅空間嘅，加上嘅證據係唔夠硬喎，要釘死佢實在有啲難度啊。但係咧道德嘅法庭啦，唔理法律嘅漏洞啦，已經係判咗佢死罪㗎啦。如果我睇嘅話，法律同道德嘅斷層咧就係風波嘅核心嚟㗎。咁金賽倫嘅家屬咧，佢而家個口吻啦同埋對話啦。經過呢一個橫樹研究所佢哋嘅即係安排啦，所以咧其實咧再加上佢琴日咧就喺呢一個記者會嗰度係咁喊啦，咁但係咧就似乎咧係俾人感覺太過假啦。預測咧如果對話鑑定個報告咧係夠力嘅話，係有少少可能可以翻盤嘅，即係個意思係話。橫樹研究所啦，夾埋佢嘅家屬咧，可能係造假。呢個咧雖然佢可能性咧唔高，但係唔代表完全冇㗎喎嚇。咁但係如果再有新料爆嘅話，佢唔單止輸呢場官司，仲可能咧喺業界咧被雪藏好長嘅時間嘅。因為韓國娛樂圈咧係靠形象食飯㗎嘛，如果有少少污跡污點嘅話咧，其實係捱唔住嘅。加上咧後浪推前浪，哇！你整多1-2年嘅話，都變咗大叔啦，係嘛？佢而家37歲。呢場風波嘅深層次嚟講咧，喺韓國社會嘅焦慮大爆發啦。因為金秀賢咧係韓流嘅 icon 嚟嘅，如果係背負住國家嘅形象咧，呢一單醜聞咧唔單止係毀咗一個人啊，甚至乎咧連韓國嘅產業出口咧都係成問題嘅喎。因為咧即係如果你出口多數都係美國 Netflix 或者 Disney 嗰啲咁樣噶啦，咁如果個印象，哇！我再揾你做嘢嘅話，咁啲人就覺得我即係美國譬如呢公司 Netflix 同埋呢個Disney 咧，佢哋係支持呢一啲嘅藝人嘅做法，咁咧就會影響咗佢哋嘅品牌嘅。所以咧，如果啲民眾去請願防止法嘅話，係民眾對於明星特權嘅反擊。用一個即係比較即係遠大啲嘅眼光去睇啦。呢一場社會嘅運動咧，其實係大家一個博弈嚟嘅喎嚇。好似一個賭博咁樣，民眾咧要法律追上文化進步，而金秀賢呢就係引爆點嚟㗎。咁預測咧，如果請願成事嘅話，會列入為呢一個法律史嘅喎。咁變咗未成年保護嘅標誌嘅。如果唔成嘅話咧，咁咧佢嘅形象都救唔翻㗎啦，因為韓國人咧對佢嘅信任已經粉碎啦。好啦，我做一個 conclusion 啦，結尾啦。金秀賢呢有一個韓流嘅巨星啦，跌到道德嘅懸崖啊！呢一場嘅風波啦，話俾我哋聽，明星同普通人一樣，壓力大到爆煲啊，亦都露出人性嘅弱點嘅嚇。咁佢喊得咁慘嘅話，但係救唔到個信任啊嘛。你唔做嘅話，你咪唔會自己喺度喊苦喊忽啊扮嘢咯，係嘛？韓國人咧怒火燒得好猛㗎，你知啦，韓國人都唔係善男信女嘅，但係法律同現實咧有時係追唔上嘅喎。咁啦，你同我都係普通人啦，有冇試過壓力大到嗌救命咧？咁金秀賢嘅故事咧，其實係一個自己攞嚟嘅，自己攞嚟嘅。咁咧都係警惕啦嚇。咁所以好啦
我希望咧佢哋真係能夠咧成事咧去揾到20萬人去請願，咁啊從此咧改呢個法，咁啲兒童咧就得到保障啦。如果呢一個案例咧係成事嘅話，佢改到個法例嘅話，因為一個名人做錯事令到覺得人警醒嘅話咧，咁我希望呢一樣嘢可以伸延咧亞洲其他國家嘅娛樂圈嘅，好嘛？OK，咁講住咁多先，多謝晒，拜拜，記得留言、分享、點讚、訂閱，thank you。